球经典赛预赛结束，咱台湾的选手半暝啊，登来到桃园机场，运动部长李勇甲就班的球迷热情迎接。台湾的人口快速在咧萎缩，内政部统计，去年人口甲前年相比减超过10万人，中国过红鞋啊出事人数剩无7000人。台南小人乡夜工镇孙庄青七暗行到一半，路顶熊熊熄电，调查发现有8台电线拢是人为扫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1公视台记台中岛新闻，我是洪敏珍。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讲啊，2026年 WBC 世界野球的经典赛 C 组预赛已经讲煞了。咱 Team 台湾的选手有影是公赢倒转来，半暝啊呢已经倒来到桃园机场。运动部长李勇又亲身接机，机场啊嘛有真侪球迷伫咧现场迎接，感谢台湾英雄的付出甲打拼。听台湾，欢迎回家。听台湾。世界棒球经典赛4组预赛结束，咱台湾队球员、教练、冠属会长蔡其昌11饭店公营会馆，运动部长李勇代表去桃园国际机场接机，迎接 Team 台湾回来。总教练陈浩区投手陈冠宇代表球队接受电会。辛苦了，辛苦了。时间已经是半暝啊，桃园机场接机大厅900位热情的球迷，有人摕选手的面巾，有人穿球衫，用行动支持球员。中华队，挺台湾！这届咱台湾甲日本、韩国、澳洲、捷克共一组，以2胜2败结束。虽然无言拼入8强，不过一路奋战到最后的精神，互球迷留下真深的印象。杰宪跟陈冠宇。为什么喜欢他们两个？拼劲、干劲、冲劲、超赞，100分。我觉得对我们台湾来说也是一个里程碑，就是能赢韩国也是蛮不容易。比赛有输赢，球迷始终支持，自头到尾都无改变。非常感谢Team台湾给我们这几场非常感动的比赛，不管是输是赢，我们都会继续支持他们。对，我们不是只有赢球的时候才喜欢他们。对伫咧后壁出来，台湾队长陈杰宪太太塞一台红鞋车，囡仔已经困去，现场球迷也随安静落来。这份大声的支持，也为台湾队这座经典赛旅程来温暖收幕。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讲啊，台电公司有提出兴达电厂第2期改建的计划。昨呢，伫咧高雄永安举办环境影响的说明会，因为第1期的工程有造成人人家厝损断，要未赔偿。去年电厂爆炸了后，要安怎改善嘛拢无看影，互当地居民啊非常不满。因是伫咧现场举牌啊大声抗议，要求台电一定要做出回应，若无就会抗争到底。高雄永安乌那头的居民大声发出心中的不满。台电7月下晡举办第2期电厂改建计划环境影响说明会，讲因为高雄有愈来愈侪科技业来设厂，这个产业食电动。除了第2期要增加2台新机组，原地答应要摕落来5台旧机组，使用年限嘛要延到2037年。民众认为第1期工程造成因的厝壳损断，保障甲单也未讲可惜。尤其去年9月电厂爆炸，台电答应要做的灾害警报措施，嘛拢无看。这款无信用的做法，因无法度接受。就是这群人，好，他们的污损怎么解决？好，他们的生命财产怎么保障？居民的安全，一些受到危害的这个疑虑，以及我们为什么要建这个机组等等的这些意见，台电都会详实基流协会做回复。将近2点钟的说明会，有侪居民来表达心声，有环保团体针对电厂建设也有旧机组的延长使用，对环境的影响来发表意见。对此，市长陈其迈嘛讲，产业发展甲环境的保护要有一个平衡的做法，台电要甲增加机组的必要性，也有相关的规划甲配套措施讲好清楚。咱产业要发展，咱污染要控制，空气会当变较好，这是一件平衡拢爱做伙来讨论的代志，所以就这部分，市政府嘛会甲台电，阮阁继续来做协调。
乌南岛的居民强调，伊毋是反对经济发展，不过台电绝对袂使甲地方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外挂。但期卖也呼吁环境部未来伫咧宽屏审查的时，针对降低污染也有民众的疑虑，要安怎改善的部分，一定要要求台电提出明确的做法。记者柯家朱超阳高阳长报道。今日咱关心台南地方民俗活动小人乡夜光灯巡庄。顶礼拜呢是讲到初7的时，这队伍行到一半，这灯火全部拢火起。工作人员检查的时阵，才发现讲有8个所在电线全部拢去互吊工加掉，因为电力系统算转去，所以讲原本要参拜一寡庙宇的行程拢取消啊。虽然讲庙方是讲无要追究，不过这款行为嘛已经引起地方讨论了。对无人机画面看落去，原本应该是光4时正下北的夜光灯，煞熊熊暗蒙蒙。经过了解，当时夜光灯队伍伫7号回程的时进行到一半，有家长向工作人员反映部分路段的电火未倒，工作人员紧急停落来检查，发现电线哪断去，造成规段夜光灯灯光系统参广播设备失去电力。当然知影夜光一定要直接顾着囡仔的安全吼。阮直接阮就拖灯消龙延期吼，经过公庙应该有3、4间袂当走，阮嘛接到信息，阮嘛当下就先去甲各庙宇来甲因做一个保检。这件代志发生伫初7暗时8点20分，工作人员初步检查了后，先甲电源接转去，但是无偌久又搁陆续接到汇报，发现沿路竟然有8搭电线互人剪断去，进一步随才发现电线断去的所在，大部分拢伫房仔中央，并不是伫车仔盖地着的所在，而且这切口拢串串，看起来真明显是有人挑工故意剪的。好像又断了，我们要在接的过程中又回报了第3处又断了，然后又接着又有第4处又断了，第5处又断了。我觉得不对啊，这怎么会突然一直断下去？它应该是具有一些专业背景，因为白色线是 N 象限，它比较不会有电，所以它单一剪掉这一条白色线的时候，它第一个它也比较安全。你干嘛？你咁好啊？你顶摆啊！因为电力系统受损，夜光灯灯光甲广播设备无法度运作。原本按算要顺转的路线，有寡庙宇的行程嘛无法度去。其实伫发生代志的前一天，就捌有人向工作人员放声，到时要互夜光灯电火倒袂起来，哪像是早就计划好势。目前庙方有保存所有相片甲记录，不过为着维持地方和谐，拍算无要追究。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台中警方伫咧侦办毒品案件的时阵发现讲卖毒集团用法拉利跑车的 logo 来做新型毒品加背包的包装，佮卖樱桃口味的毒品高接包，而且嘛甲劳力士这表造型的 logo 变做是这摇头丸的 logo， 请少年人来食毒。本大队日前侦办毒品案，发现贩毒集团特别用法拉利图样当咖啡包外包装，另外也贩卖掺杂毒品樱桃口味的果汁包、摇头丸和凯他命，以吸引年轻客群。经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即查获咖啡包10包、摇头丸10颗、凯他命毛重183.4克。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地检署侦办。镜头来中华关心讲中华市丹宁路有真侪卖食的所在，假日时呢，有不少人拢会来遮佚佗行踏。中华县政府伫咧3月初就伫咧遮为即个行人优先区。不过民众反映讲这票线毋知是为虾米意思，看起来哪像咧画符啊咧，看甲无煞煞。县政府表示讲会搁来加强宣导。路口的斑马线边仔个画黄色的架仔，另外这边的斑马线是画青色掺花草。中华县政府伫中华市丹宁路设中华头一条的行人优先区，但是袂少人反映根本唔知影标线是什么意思，看甲雾煞煞。不清楚，因为他还没有真正的宣导，我会觉得太混乱了，也不知道他到底要干嘛。我是觉得你要不要做一个红绿灯？你做那个还是车祸啊？还是常常车祸？因为在转弯的时候没有红绿灯，十字路口。中华县政府表示，丹宁路有卖济在地有名的食物，假日时有袂少来遮佚佗的人阵，甚至会有排队买食物的情形，所以选伫遮设行人优先区，除了要提升用路人的安全，嘛提醒过路的汽机车经过遮就要驶较慢嘞。城林路段因小吃名店多，常有行人排队到路中情形。
因路宽不足，因此在中正路与和平路间约270公尺规划为行人优先区，目的在维护行人安全，并兼顾既有道路宽度与地方通行需求。官府表示，行人优先区限速20公里，嘛袂使骑大巴。未来会加强宣导，官府嘛望透过行人优先区的规划，带动附近相关发展，所落来看实际使用的情形，然后需要会继续调整改善。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来讲，国造的畅水南海群号将进行第5届的潜航测试。外界伫咧观测讲有进入深水的测试咯，目标是要畅落去到100米深的所在。另外，针对中东的战事，美军舰舰有用 MK48鱼雷，甲伊朗的军舰拍甲沉落去。咱台湾嘛有买这款的鱼雷。专家伫分析讲对咱对抗中共的军舰是有帮助的。在大家仰望之下，国造舰南海群号计1个月，伫旧日春节过后第一摆出来。伫台船的混进乌龟鱼无人船规划之下，透早为高雄港出发，展开第5摆的潜航测试。海群号目前进度已经超过70公尺深的潜望镜深度，外界观测有希望达到最深100公尺。像高雄这边大概100多公尺的深度的话，那海水的温度会降低到10度左右。那这时候潜舰内部它的整个维生系统、空调系统能不能正常运作，甚至它电池耗能的状况。海群号还去做内航测试，确认无共款深度速度对电盘消耗影响，启动分情会未来可能会过暝测试，因为海群号会通过超雷验证武器系统。亲像美国舰舰伫中东战争发射两具杀手 MK48 重型鱼雷，摧毁伊朗军舰。向国际展示重型鱼雷的杀伤力，其实国军早就向美国买同款的 MK48 重型鱼雷做现役。海龙号、海虎号甲海群号标配武器，不过还未交还给台湾。我们锁定一些高价值目标，那高价值目标大概是比如075、076这种所谓的2栖突击舰因为登陆船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目标，反而是水面作战舰比如像055或什么054这些水面舰的话，很可能是交由我们其他的一些岸基飞弹或雄风飞弹来打击海群号是国军无对前作战的来源，未来要安怎强化作战效益？专家建议军方应该双轨并进，设舰舰列车区，各加强限制通信，传达情资，和海群号充足准备，展示该单舰附近共军两栖登陆舰、航舰等高计载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的大代志，咱今来关心美国甲以色列攻击伊朗。美国表示讲到大约造成140个美军受伤。不过今仔日美国讲要对伊朗发动上界强烈的空袭。也那伫咧伊朗这边，因嘛对以色列还有周围的国家发动攻击。伊朗驻联合国大使佮指控美国用联军刁工攻击百姓，这完全无尊重国际法。美国准备对伊朗一概出动真侪架战斗机、轰炸机。国防部长霍格塞斯表示，伊朗上大错误就是去炸伊附近的国家。Today will be yet again our most intense day of strikes inside Iran. On the other hand, the last 24 hours have seen Iran fire the lowest number of missiles they've been capable of firing yet. 伊朗车站对以色列附近国家发动新一轮攻击，以色列特拉维夫空袭警报大响，阿联遭受到9架无人机攻击，有人牺牲，巴林也有死伤通报。沙特阿拉伯表示，伫咧石油大山区东部，甲2架无人机拍落来，科威特也拍了6架无人机。美国能源部长莱特刊文，美国海军成功护送一架油船渡过荷姆兹海峡，不过事后佫退掉，毕竟是飞回伊朗也好认。And I can confirm that the U.S. Navy has not escorted a tanker or a vessel at this time, though of course that's an option. 黎巴嫩讲有看到以色列战车调动往南部，伊朗指控美国联手以色列发动军事行动，到今已经造成超过1300人死亡，超过1万个民生、客家、商业、医疗、教育、能源等单位互人毁掉。They are deliberately and indiscriminately targeting civilians an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They show no respect for international law and no restraint. 美国总统川普暗示讲，战事可能比料算的更较早结束。美军护送油船的消息，也互国际油价一声就落超过15%，收盘落11%。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
来关心瑞士西部有一座城镇，初十暗时发生巴士导火代志，造成上无有6个人死亡，5个人受伤。警方表示讲这真有可能是坐伫咧巴士顶头的人放火。即马针对这件案件已经展开调查。这台巴士红烧甲村骨架，附近有真侪台消防车甲拍火员。有报道指出，除了重大伤亡，另外有侪人受伤送医，其中包含救援的人。一个附近的民众表示，看到巴士烧起来时阵，本来讲超悬的火对车窗内底一直烧出来，高烟嘛真紧就冲甲足悬。À l'heure actuelle, un acte volontaire pourrait être la cause de ce drame. On veut vraiment savoir ce qui s'est passé et pour ça, donc, on fait appel à la presse et par vous, au public et aux témoins de cette affaire. 看到有人讲车内有一个查甫雄雄倒汽油点火，警方无发表相关的报道甲推测，是毋是自杀也是恐怖攻击，搁爱调查。Dans différents médias, plusieurs personnes parlent d'une personne qui se serait immolée. Plusieurs sources témoins le disent. Est-ce que vous confirmez? Alors à l'heure actuelle, donc, on confirme la plausibilité donc, d'un acte volontaire. Toutefois, on ne peut pas le confirmer. On a cette information. 这个案件发生伫个当地初十暗时6点25分左右，伫个瑞士首都伯恩往西大约20公里的小镇凯尔泽斯一条大街路，雄雄有巴士起火烧，检方已经展开刑事调查。记者吴文玲编译。第2届全球核能峰会初十伫咧法国巴黎起过咯，包括美国、中国，也阁有40个国家，拢有代表来出席。有全世界核能资源上介多国家罗西亚，因为乌克兰的战事去互排除在外。法国总统马克宏甲欧盟领袖拢强调讲，核能对能源自主也阁有净零转型是有伊的重要性的。欧盟执委会主席嘛表示讲，未来会投入2亿的欧元，要来开发小型模组化的反应炉，是讲伫咧开幕进程呢，在红地毯迄个所在，热心和平组织有2个成员是掠牌来抗议。各国代表陆续到第1届全球核能峰会开幕会，法国总统马克宏甲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总干事格罗西甲克罗埃西亚总理普兰科维奇讲话时阵，热心和平组织成员向提标语，主张核能无安全。昨日起，另外一个加翕相的成员也提出标语，发射法国为什么必用罗西亚买浓缩铀？虽然开幕式被扰乱，不过这场由40外国家组织参加核能峰会，依然准时开始。马克宏演讲内底表示，核能提供稳定而且低成本的能源，确保欧洲产业竞争力甲创造就业。即马上要紧的是确保能源独立，减少欧洲因为战争甲地缘因素面临能源卡油的风险。同时，欧洲各国应该建立共同标准，让反应炉用规模化生产。Mais on doit coopérer au niveau international pour avancer sur ce point. Pour diversifier notre approvisionnement, c'est absolument clé, et sécuriser nos approvisionnements en uranium, pour moins dépendre, pour être moins dépendant des soubresauts géopolitiques. 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是承认，欧盟过去决定降低核能发展比例是错误的政策，中东战争造成能源价格清悬，搁一摆提醒欧洲，可化石燃料进口国的脆弱性，也显示再生能源甲核能发展的重要性。伊宣布要为欧盟破坏防交易资金，拨出2亿欧元担保，推动小型模组化反应炉。Europe is neither an oil nor a gas producer. For fossil fuels, we are completely dependent on expensive and volatile imports. They are putting us at a structural disadvantage to other regions. 这摆峰会搁一摆验证，核能已经正式行出安全阴影，重回欧洲战略核心。在气候中和甲地缘安全的相连压力之下，核能唔但是能源选项，是欧洲找找科技主权甲生存韧性的解答。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咱的款团嘛有趁今仔日311的时来办座谈会，邀请日本核电的工程师也有学者斗阵讨论讲咱台湾要重新启动核能风险有偌大，尤其是现在这国际情势真紧张，战争的冲突不断，未来核电厂的安全问题嘛是咱爱共同思考的。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海外海发生大地震，引起大海中，至少2万人死亡，搁毁掉福岛第一核电厂，造成辐射漏泄。在海到达满15天，日本资深核电工程师特别来到台湾，参加环团举办的福岛核灾15周年盛事座谈会，以自身的角度分析核電对台湾造成的影響。再生可能エネルギーのが圧倒的にもう安くなってきてます。ですから将来がないんです、原子力に。ですからそういうものに頼るのは私たちがこれから未来考えるときに。环团认为台湾土地势又搁伫咧长站带交地震，搁来就是有战争的风险。因认为伫咧战争期间，炮弹、无人机等军事的威胁，拢有可能造成辐射漏泄。台湾不应该增加国家的风险。政府或者是朝野都在呼吁，是不是希望能让核能重启？那我们是认为，其实核能不应该再走回头路了。我们从福岛核灾的案例可以看到，像日本跟台湾这样子一个地震带的国家，其实是不适宜使用这样危险的能源。另外，高危险的核废料要安怎处理，嘛是问题。环保团体指出，目前全世界除了芬兰有安全的处理以外，其他国家拢无上尾的处理所。照台电的计算，台湾上紧嘛要到2055年，才当完成上尾处理所的建造。环团认为，支持核电重新启动的政治任务，嘛应该爱先面对核废料处理的困境，再来讲核电，安尼才会当确保台湾人民的安全。记者陈选林曲凯台北报道。2005年的3月14日，中国通过反分裂国家法，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会当采取非和平的方式捍卫主权甲领土的完整。过当年，咱就甲3月14日定做是反侵略日，提醒民众就要会记得中国的侵略威胁。但今年是反侵略日20周年的日子，民间团体呢办头一届台湾反侵略日歌唱节，希望讲会当提升咱台湾民族意识。这套会学运期间，被火器甲团创作的倒数天光，真侪民众拢会晓唱。其实历史上侪抵抗运动拢有代表性的歌曲。今年3月14日是咱国反侵略日的20周年，有民间团体参考把以唱歌推动独立革命的埃斯多尼亚歌舞节，要伫即天办一个台湾反侵略日歌唱节。台湾公民阵线合唱团，我们将演唱4首歌。第一首歌叫做《台湾议会设置请愿歌》。然后是美台团团歌，第3首勇敢的台湾人，第4首台湾人。透过这些歌声，来回想，那个整个台湾人的争取民主自由的抵抗运动过程中，曾经唱过的这些歌。2005年3月14日，因为中国通过反分裂国家法，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通采取非和平的方式捍卫中国领土的完整。过当年，台湾甲3月14日定做反侵略日。即马民团要办歌唱节，面对侵略者，希望呼吁大众爱美醒，要透过不同时代的歌曲，促进台湾民族意识的提升。有台语亲子团体嘛共同参与。伫台湾讲台语本身就是一种抵抗的语言啦，这是为日本时代开始就是安尼，而遐有摆单位，互大家就是看讲，即摆是有足侪台语家庭，就是讲，阮是安怎会想要甲囡仔讲台语，阮囡仔的台语讲了安怎，搁有就是台语的正字，大家来讨论。主办单位表示，头一届的3月14日台湾反侵略日歌唱节，也要结合生活节，包括推广母语生活，还有以日日白故事做题材的戏剧，卖甲民众紧急救护等等。对3月14日下晡开始，在台北日日北公园会举办活动。记者卢尚祖、郑俊友台北报道。因为即阵咱台湾的人口快速伫咧萎缩，内政部的统计，去年人口甲前年相比减超过10万人，红个出事的人数顶一个月2月份剩无7000人。早期的台湾社会有重男轻女的观念，不过即马开始有变化。根据内政部户政司的统计，对2013年开始，男性的人数开始比女性少，甲去年的数字相比，男性比女性减37万多人。没有必要一定要重男轻女，但另外一个现象就是说，大家反正我生一个生2个负担已经很重了，我没有必要再继续生下去。那男性的人数在减少，呈现女性比男性多的现象，台湾人口也在倒救。2023年，台湾人口超过2342万人，去年敢若剩2329万多人，比前年减超过10万人。
过一个月出席的营啊，人数去年逐个月阁有7000人以上，不过到今年2月，刷头一届比7000人较少，干那6523人。可以抽税的人口就减少，所以政府的税收一定会大幅下降。第二个是所有的社会保险、劳保、全民健康保险，因为都是依赖现在有薪水收入的人，他们缴的保险费才能成立的。专家认为，出生率低会冲击未来的就业劳动市场。虽然部分会当透过 AI 取代人力，不过政府的税收也会大减少。呼吁政府袂当干那靠补贴，应该透过友善家庭、工课场等等的方式，才会当有关出生率。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方面的消息来关心，立法院今仔日举行8个常设委员会调委的选举，国委会有2席调委，上尾的结果是民进党摕到8席，国民党7席。民众党1席，伫咧经济委员会搬演拿白合，那也是让释出互2月份才拄上任的民众党立委洪玉祥，因那绿营方面煞是伫咧维权委员会超尾巴，互在野党的立委伫咧遐空等1点钟，尾手才宣布由林月琴来担任。国民党立委等到要失去耐性，立法院各委员会11进行调委选举，卫生环保委员会国民党提出立委罗宪一担任调委，不过民进党却要好时林月琴也是单赢，一直到早时10点外才决定杀林月琴来担任。立法院第11届第5会期8个中设委员会，计共16位调委，民进党得到8席，国民党得到7席，卫生环保、内政、外交、甲国防、财政、教育文化、交通、到司法法制等等，哪力拢得到1席。经济委员会是哪样小娘，其中1席的调委由民众党立委洪玉祥来担任。感谢国民党在这个礼让，然后在这个经济委员会，让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新手的一个立委，那么来担任这个本会期的召委，其实不分党团。蓝绿白我们大家都是愿意这样的合作那只不过说可能我们在长久以来这些的议题刚好有一个高度的相同点，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推动。各委员会当中，牵涉到台美关系甲国防特别条例审查的外交国防委员会，也互看作是新会期的重要战场。哪里人力部数拢增加，加做民进党7席、国民党7席、民众党1席的局面。希望说有多一些战力，然后来对审议的部分，那有多一个讨论的空间。我们到这个过程，当然还是会有一些需要磨合，或者是甚至是摩擦的地方那我们还是会尽全力来跟在野党沟通，因应时事的需求跟议题的需要，做委员会人事的合理调整。那当然把这个国防外交的席次增加了，表示非常重要。在这个地方，我们会表达我们的立场。通常议案的表决，按照惯例，政府院长唔参与，不过针对可能出现朝野7对7无要相让的局面，敢会由立法院长韩国瑜亲身落场投票？吴府长表示上济。记者综合报道。原来民众党立委李正秀伊的国籍户籍登记即阵风波还未到一段落，新会期进入到内政委员会，今仔日出席调委选举，却互问到讲伊质询的时阵有可能提袂到国部会资料，官员无想要配合，无上台备询，李正秀是低调无回应。原来立法院长韩国瑜表示讲等下下晡就会召开党团协商，会针对李正秀的资格认定来做讨论。甲中央立会理事、民众党立委李正秀限制国籍户籍登记，经济办甲内政部立委会呛声，新会期搁到监督内政部的内政委员会引起关注。李正秀11日伫内政委员会调委选举，甲大会交换意见，外界关心伊未来是不是顺利质询，因为行政院长杜荣泰指示，伫立委合格资格还未确认进前，国部会未提供任何资料。我会不会担心之后职权会不会受影响？不担心，不担心，谢谢。好，小心，小心。不担心职权的时候不顺利吗？面对媒体追问，李正秀拢无回应。伫调会选举结束了后，赶紧离开，对官员若不接受李正秀质询，要安怎化解呢？国民党立委廖先雄表态会保障李正秀的权利。当然，我们不会预设立场，内政部会有不尊重立法院的一个行为。那就是如果说现场有什么状况的话，我们再来做协调。我想就今天下午的协商之后，那我们会为我们的这个内政委员会未来的运作模式来做出一个比较好的方案。针对李正秀立委身份认定，立法院长韩国瑜11下晡会开党团协商，李笔表示，党团协商讨论出调野应接受的方案。记者综合报道。
同款政治方面的消息来讲，台中市长卢秀燕今日暗时就要对桃园机场起飞，要展开伊11天访问美国的行程。不过，国民党的立委余富庭表示讲，有侨胞在顶前，指出讲有受到侨委会关心，希望因卖出席卢秀燕华府的侨宴。对这个讲法，侨委会是否认相关说法。讲将同这个时阵呢，高雄市长陈其迈嘛宣布讲，今日下晡就会率领市府团队去到美国来访问，卖受邀参加开达 GTC 的年会。台中市长卢秀燕在1号暗时要为桃园机场出发，展开11天去美国、美东政经核心的行程，预计会访问波士顿、纽约，还有大华府地区。不过，国民党立委余富庭表示，家己接到定情，讲有侨胞接到侨委会观察的信息，希望卖出席卢秀燕的宴会。就有明示暗示的状况嘛。说层级等等的，这个显然有想要影响出席意愿的意图，那就希望这中间不要有人做指手画脚，不要有人去做文章，让这些不管蓝绿的政治人物都能够得到侨民一视同仁的欢迎跟对待。余富庭批评侨委会对无共政治立场存在有差别态度，佮讲足侪侨胞对侨委会做法感觉真不满。不过侨委会委员长施家清否认相关的讲法，强调绝对不会影响任何民间侨胞的自主活动。华府的主办单位昨天也看到这个新闻，打电话给我，他说没有啊，我们都没有人有听到这方面的讯息啊。这位侨胞如果真的有的话了哈，我是觉得他可以站出来清楚的来指控是我们哪一个人。如果没有的话呢，也不要随便把我们的这个侨委会给污名化了。另外，高雄市长陈其迈嘛宣布，在下晡要率领市府访团去美国，因为甲卢秀燕出发的日子意外抢手，互外界咧想讲，哪会扯两党的台美交流嘛伫咧空中车拼。我是市长啦，我也没有要选举啦哈，我是以城市交流产业为主，就没有其他的任何安排。陈其迈这摆是以美西科技重镇为主，会去拜会亚利桑那州半导体先进制程的厂商，而且是第2摆受到邀请参加辉达 GTC 的年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3月份即摆已经春天啊，尚未到，还阁有风台。气象署表示讲啊，伫咧菲律宾东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当日咧结做新的风台叫做鹰母，不过伊未直接影响台湾。也那拜3强烈的大陆冷气团已经减弱，这时啊，咱会感觉讲啊，温度有略回升啊。不过提醒大家哦，拜4虽阁有一波冷气团会落南，一直到拜6温度才会较小落。北部拜3总算出日头，气象署指出，拜3强烈大陆冷气团减弱，只是温度回升4到6度，但是民众还是爱注意早暗的温差会较大。好天的时间短短啊尔，拜4虽阁有一阵大陆冷气团的落南，时到拜4下暗到拜5透早较寒。若拜6冷空气会阁减弱，天气会转做小落，变较稳定。刚提到冷空气的强度接近强烈大陆冷气团，在台北可能出现12度左右的低温之外，可能包含各地的低温相对还是比较偏低，尤其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可能还是容易出现10到12度左右的低温，南部跟花东地区还是有14到16度左右的低温。雨势部分，气象署指出，拜3干那西半部山区可能会落雨，各地拢是侪云好天。拜4到拜5，这阵冷空气整体来讲水汽是较少的。干那东半部恒春、北海花、北部部分地区可能会落雨。而未来整体的冷空气影响，大概来到礼拜6白天之后，会逐渐减弱，各地的温度会再明显的回升。整体来说，未来的天气大概都是比较偏向降雨、偏向零星的情况。即便在东半部地区，它的降雨都是比较偏向零星的，西半部维持到晴到多云的天气。另外，气象署嘛表示讲，拜3伫菲律宾东边海面，热带性低气压正式结做新风台鹰母。不过，鹰母风台会煞往东边，离台湾愈来愈远，未直接影响台湾。气象署嘛提醒民众，最近天气变化较大，虽然日时温度会回升，不过早暗温差嘛大，出门就要穿雨袖。记者吴正阳、王志光台北报道。当年旧历的1月份到3月，拢是云林县北港朝天宫参拜大过。不过啊，若去遐拜拜，大家拢会爱讲啊，车真正是无啥好停。即马所传出讲，有人规去甲这朝天宫附近的车路全霸占掉咧。讲啊，你若停车会使免钱的，不过呢，你车停好落来是爱买金纸，一份金纸爱300块。北港分局表示讲，即马开始呢，一直到5月16，拢会加强来处理。
开车来到北港朝天宫附近，会当看到4个位啊，拢有拜拜停车免费的看板。不过民众反映，虽然讲是免费停车，不过车停好了后，店头家说要求爱买一份200到300的金纸，感觉无啥好。停车是爱买金纸啊？嘿，啊停车无收费。停车无收费？啊金纸偌济？啊？金纸偌济？200。200安尼呀？无一定啦，迄位嘛无买啦。有诶嘛无买呀？嘿啦。不是很好啊，对，因为有种强迫的感觉的。北港分局表示，统计今年2月期间，北港朝天宫附近道路违规停车开单有101件，违规救人客16件，甲去年同时间比起来，违规停车增加70件，违规救客增加8件。后续会加强处理违规停车甲救客。在此呼吁周边的商家勿占用道路揽客，影响交通。违反者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1条之1条规定，在车站交通繁杂处所违规揽客并妨害交通者可处1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锾。北港分局强调，接落来因为农历3月是进香的大月，北港地区的人潮甲车辆会一直增加。即马开始到5月16日，会规划清道专案来加强北港朝天宫4个位的交通秩序，重点处理违规停车甲违规叫人客的情形，呼吁民众多多使用北港镇公所规划的公有停车场，维护交通的顺序。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车路的一寡证据，屏东内部最近因为混跨人行道引起当地居民不满，即马乡公所的计划要伫咧闹即个内部老街沿宽遐继续铺新的人行道。乡长甲相关单位去会勘的时阵，附近的店头是弄出来抗议，认为讲这已经影响到因做生意。乡公所表示讲工程已经发包，不过后续呢会办2场说明会，甲当地乡亲好好参详。大家可以过来一起讨论。抗议！抗议！居民拢大声抗议，表达对乡长的不满。屏东内部乡公所找到下晡伫老街沿宽的广济路和文化路进行人行道的会勘，因为这搭是内部最闹热的所在，是交通重点，店面多，店头烦恼人行道若铺起去，生意就免做啊。大约20位的居民和头家看到乡公所咧会勘，拢向乡长抗议，希望重新评估计划。这道路根本就不宽啊，附近都是店家，你如果说客人下车不能下，他要停哪里？2辆2002的车子没有办法交错。你要做人行道，我们不反对，往内说。摕时间的图和 Google 地图落去比看，乡公所目前规划要对内部各式的广济开始铺设人行道，经过沿宽了后，才有文化路，一直画到中兴路，才搁画一块啊。文化路的人行道相接内部各种的通学步道，规个长度差不多1公里左右。附近民众讲，去年新设的人行道画到比车路较宽，就互因真困扰。即马伫老街遮搁要做，因真正足无奈。他这个到这边来，对不对？然后这边出去，这边是行人道。你这个来买米的，一般都是会骑机车嘛。你载着，所以我们没有话说了。他们喜欢怎样就怎样了。乡亲他们的意见，我们都完全接纳，那没有办法停了，他们自己车子都没有办法进去，即使这些在设计上都可以解决的啦。因为这个工程是乡公所甲国土署申请的补助计划，补助经费2740万已经核定。乡公所表示，工程已经发包，目前是先做地下广线的会勘，后面会办2场的说明会，阁会甲居民商谈做调整。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来看，这是真危险的画面。最近有中国的女明星模仿社群流传喷火的效果，在咧庆祝生日的时，嘴有含酒精，再搁喷加2个的蜡烛。想袂到这火全喷去伊的面，造成伊烧烫伤。消防署呢，今仔日是紧急来呼吁讲这款行为其实真危险。民众准若是无经过许可，在咧公众使用的建筑物内底来使用一寡火行为甲表演，上当会当罚15万。手提鸡卵糕甲挂加开，喙笑目笑的伊，甲酒含伫咧喙里，刷咧就对蜡烛甲喷咧。我打只声害咯。这规趴火就烧转来伊的面，为伊的下海还佫阿妈棍甲烧落。伊就是中国的女明星王天武，进前庆祝生日的时阵翕短影片，咧模仿社群流传的喷火效果，煞因为安尼去烧着伤。现在小孩子都会模仿吸引力会很强了。
会吸引他对模仿。这种没有经过训练就私自这样子玩，搞不好会伤及到别人，我觉得是蛮危险的一件事情。虽然这代志发生伫中国，不过伫网络顶会使看到不少国内外民众拢咧学讲家己安怎去舞这款喷火效果。只是这做款代志这尔危险，得表演火舞的人提醒，就连因咧表演进前，至少拢要经过3个月的专业训练。你所有会用到的技巧，它怎么连通？然后呢，燃料特性跟你实际上遇到火焰呢，你的智商降低的时候，你立刻反应要正确。然后还有后面所有配套措施都需要有。在公众使用的建筑物或中央主管机关指定公告的一个场所进行明火的表演活动的话，就必须要去做一个申请。对，就是室内的部分。按咱台湾的消防规定，若伫咧公共场所要做甲火相关的表演，拢要先经过允准，无相关会当罚15万。若这喷火失控受伤的，若是家己尔，嘛有可能造成火灾，牵涉到公共危险等等的刑事责任。消防局伫11就紧急呼吁，希望大家唔好乌白耍火，就惊讲有人明记知影迄是火坑，煞戆戆要甲跳落。记者综合报道。镜头对咱去到芬兰来看一个正新式的比赛，想要创业的人啊，会当来参加这个比赛。不过啊，你要发表投资或者是创业的想法，你是爱规个人进伫咧冷机的瓶子内底发表演说来展现你的决心。头壳底碰西帽啊，穿受水的衫，女性创业家豆豆行入去，拢是冰的游泳池内底，喘大气喘几啊摆开始演讲。这是芬兰进前为新创业者举行的2026年北极熊演讲比赛。参赛创业家爱行入去冷叽叽的海水内底，徛伫冰水中向投资家发表无主干部演讲，展现家己对投入新创事业的决心。You do realize that satellites are part of our daily lives. 这场演讲比赛是伫芬兰北部港口城市奥卢举行，参赛新创业者来自各个国家，每一个人想要开创行业拢无共款。像是来自日本的石川俊之，伊所做的是广告加市场调查这自由业。伊来捌伫美国协助监听做过指挥官的杰夫西马，是开发一款运动训练的 App。This is once in my lifetime experience. This is so real. I've been training for it, and we do a training app, and we really believe how important the training is. So I've been going in the ice for the past 4 weeks near my house. 主持人讲，迄天的天气真完美，无亲像前几天气温来到-21度，真适合参赛人伫冰水内底演讲。因为迄天拄好0度的水温，互袂少参赛人讲一定会记的。You definitely forget. You definitely forget a few words, a few sentences here and there, and once in a while you feel like a adrenaline rush. You know, from your legs, you don't have the sensation. So exactly, firstly you have to impress investors, and secondly you not have to die. 最后伫精彩的冰上体验表演了后，主办单位宣布，这场演讲由瑞士的新创公司 Ionic Wind 的参赛者卢比内蒂朴素得到胜利。这间新创企业是一间研究工业机械加电子散热技术，会使利用电场加离子产生无声无震动的离子风，为机器降温散烧器适用航空、医疗加机器人这领域。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译。今仔日透早，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甲辐射冷却影响，气温悠然偏低。一时，强烈大陆冷气团减弱，气温回升，但是各地要注意日夜温差大。感谢糖仔报气象，我是敏珍，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